小朋友，大家好早，我是廖老师。水鸡仔听，呱呱呱，伊出世嘛是大大大，田中起厝大，无人甲伊会唱歌。一两三，星星三，四五六，册爱读，七八九，毋通好，欢欢喜喜来学校。一定鸭去找食，行到半路欠一只，小小的鸭味仔落孤单，找无鸭铃来做伴。讲讲讲讲讲讲讲，沿路好沿路行，转来去厝内等妈妈，转来去厝内等妈妈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老师破病，就亲像是腹肚痛、感冒、咳嗽、发烧同款，毋过即摆较严重。老师伫厝里，有时阵看位窗仔外，毋管外口出日头，也是透风落雨，总是会互我想起每一摆上课日，敢若我抑阁甲恁斗阵咧2年2班的教室，教大家台语的迄款感觉。
老师也会记得大家活冷冷的眼神、天真的笑容，阁有活泼可爱的表情，做伙念每一句台语，唱每一条好听的台语歌，连迄款美丽的声音，互老师听起来，宛然亲像天使吟唱的歌诗。这学期虽然无来教恁台语，毋过我会思念大家，就那亲像恁写互我的批，甲遐少年的笔画，一字一句写出来，陪出每一滴感动的目屎，伫老师的目眶内底高高啉。我甲恁同款期待，有一天老师身体会好起来，佮再来上恁的台语课。大家伫教室内底会当斗阵用台语，同齐朗读、大声唱歌，互别班的同学、老师、互主任、校长拢好奇，行过来听看咱哪会有才调唱出遐尼赞、遐尼好听的台语歌呢？